風緋春節分隔兩地惹猜測，謝霆鋒返港陪媽咪，王菲獨留北京狀態惹網民擔心。據悉，謝霆鋒今年成個春節都冇留喺北京，反而返香港陪屋企人過年。近日有網民喺香港街頭偶遇謝霆鋒，佢着住黑色皮衣，戴住墨鏡，打扮低調又有型。行街期間，佢一直貼心陪住媽咪狄波拉，兩母子不時攬膊頭，畫面好溫馨。亦有網民喺某餐廳碰到佢，當日謝霆鋒着紅色外套，同朋友一齊食飯傾偈，成個人狀態好放鬆。而家兩個仔都出國留學，生活獨立，唔使佢操心。謝霆鋒終於可以將更多時間留俾父母同自己。新戲上映，口碑票房雙贏，事業穩定，家庭安穩，佢狀態明顯越來越好。只係令人意外嘅係，今個春節，王菲同謝霆鋒完全冇同腔，冇一齊去玩，亦冇被影到任何甜蜜互動。一個留北京，一個返香港，各自過年，各自忙。其實早喺春晚王菲登台獻唱嗰陣，已經有網民覺得佢狀態有啲唔對路。舞台上嘅佢神情略帶落寞，氣質清冷疏離，少咗往日嘅輕鬆同光彩，成個人困落有啲攰，令唔少觀眾困住都心痛。正因為呢個狀態，好多人紛紛猜測，係唔係同謝霆鋒感情出現問題，先至令佢困落心事重重。最後小編想講，風緋戀一齊快12年，早已經由情侶變成親人。無論外界點猜，佢哋都係跟住自己節奏過上過嘅生活，大家祝福就得。謝霆鋒呢幾日喺香港被路人偶遇嘅相，真係有啲破次元感覺。一個着黑皮衣、戴墨鏡遮樣嘅明星，同媽咪狄波拉行街，仲可以隨便被影到，呢幅畫面放幾年前真係好難想象。始終謝霆鋒冷面酷哥形象太深入民心，現實中竟然係陪媽咪買餸、攬住傾偈嘅乖仔，呢種反差幾得意。今次春節佢冇好似往年咁留北京，直接返香港。有人話佢事業穩定，兩個仔有外國讀書，唔使操心，終於可以鬆一口氣，將時間留俾自己同屋企人。睇住佢同朋友聚餐，着件紅色外套，成個人散發住輕鬆同自在。講真，呢個先係40幾歲男人應該有嘅生活節奏，唔使再用力證明啲乜，亦唔需要成日高調出鏡。屋企人、朋友、自己嘅小圈子，舒服自在最緊要。但係話題又點會就咁遠？謝霆鋒喺香港，王菲就留北京。春節期間，兩人完全冇同腔，冇一齊去玩，連網民都揾唔到半點甜蜜互動嘅痕跡。娛圈八卦雷達即時拉滿。春晚晚，王菲出場獻唱，狀態被好多人盯住，神情落寞，氣質疏離，連唱歌嗰陣嘅光彩都好似被啲嘢磨蝕咗。有觀眾困住心痛，亦有人猜測係唔係風緋戀又出事？但講句公道說話，呢兩個人一齊都快12年，早已經唔係熱戀情侶。外界將佢哋關係睇得太重，實際上佢哋自己反而好淡然。謝霆鋒之前都講過，佢同王菲早已經習慣外界關注同猜測，亦唔會被輿論牽住走。兩個人各自忙碌，各自生活，邊個話情侶一定要日日黐埋一齊？尤其到呢個年紀，有啲各自空間，反而係感情成熟嘅表現。其實娛圈好似佢哋呢種鬆弛型伴侶真係唔多，大多數明星夫妻動不動就要喺社交網晒恩愛，就算一齊食餐飯都要影相出嚟。但風緋從來唔行呢條路，佢哋低調到近乎隱身，有時一年都見唔到幾次同腔。但只要感情穩，外人又使乜亂操心？講到真正幸福，大概就係你過你年，我陪我屋企，各自安好，偶爾見面仲可以傾下生活瑣事，互不打擾，互相關心。反而王菲春晚嘅狀態真係令唔少人感慨。佢一向都係天后，但呢幾年舞台上嗰種灑脫光芒，似乎慢慢變得內斂。有人話佢攰，亦有人話係年紀帶嚟嘅沉澱。但人到中年，邊個唔係一邊諗生活，一邊消化自己情緒？偶爾落寞，偶爾攰，本來就係常態。外人睇到嘅失落，可能只係佢自己節奏，冇必要硬將感情拉埋落去。謝霆鋒而家嘅狀態明顯越來越好，新戲票房口碑都好，家庭關係亦穩定。
人到中年，事業同生活都揾到屬於自己嘅平衡點，呢個先係難得嘅高級感。至於同王菲嘅感情，外界再點猜，都只係猜。過年唔一齊就一定有問題？未必啩。成年人世界有時就係咁，彼此理解，彼此留白，比日日黐埋一齊更難得。所以咪再走住風匪過年有冇一齊呢啲小事不放。真正在意嘅係佢哋自己，唔係外人。各自安好，比咩都強。2025年央視春晚第5次聯排，王菲上去唱咗一首歌，舞台係銀河宇宙主題，燈光偏冷，背景靜地地，佢一個人站喺中間，冇伴舞，冇花巧布景。有人拍片上網，話佢困落瘦、攰、面垮，甚至用斷崖式衰老呢啲詞。其實對比起2024年嗰場世界贈予我的，當時粉調眼影加油光，成個人好似喺夢入面。今次冇修圖，冇濾鏡，妝又淡，鏡頭一影，輪廓就好明顯。唔係王菲真狀態差，係觀眾習慣咗美顏邏輯，突然見到真實狀態，反而唔習慣。佢同謝霆鋒嘅感情經歷，來來回回分合7次，足足維持14年。1999年19歲謝霆鋒追求30歲王菲，毫無掩飾公開牽手。2001年頒獎禮，謝霆鋒坐去張柏芝隔籬，王菲鏡頭內眼紅攻，成為經典一幕。2002年謝霆鋒同張柏芝一齊去泰國玩，謝霆鋒後來承認當時仲同王菲保持聯絡。2003年兩人再復合再分手，連戒指都準備好，最後都係冇結婚。之後王菲嘅李亞鵬生李嫣，謝霆鋒娶張柏芝有2個仔。2012年謝霆鋒同張柏芝離婚。2013年王菲同李亞鵬分手。2014年兩人再度一齊，從此冇再分開過。上年微博之夜，有人影到喬燦同謝霆鋒一齊站嘅畫面，就話喬燦望謝霆鋒表情好不屑，仲創造咗個講法叫三崩子看法拉利。後來成龍直接問喬燦咩事，喬燦解釋其實只係鏡頭角度問題。謝霆鋒當時46歲，染黃頭髮，站得不直，大家都話狀態唔錯。王菲57歲，着紅色 T 恤配正式褲，頭髮隨便紮起，唔化妝就出街，同人打招呼都好自然。但網民就話佢老得快，冇人提謝霆鋒其實都到中年。好似女人一定要老得慢先叫保養得好，老得快就被話崩，呢個標準本身就有啲偏。今年4月謝霆鋒香港開演唱會，唱《玉蝴蝶》呢首歌係佢同王菲當初相戀嘅定情曲。王菲坐喺台下戴住口罩，燈光暗落，音樂響起之後，佢突然起身喺座位前輕輕跳舞，動作好輕，表情放鬆，冇望謝霆鋒，亦冇拎手機拍片。呢段片得幾個人影到，冇喺網上傳開，但見過嘅人都話呢一刻比任何公開表白都真實。而家娛圈對女藝人要求真係好嚴，30歲之後一定要保持後生，否則就被話唔值錢。王菲呢幾年幾乎唔收相，唔執樣，亦唔上熱門話題，連機場相都懶得擺姿勢。佢唔係唔自包裝自己，係根本唔想配合呢套規則。人哋靠濾鏡活喺鏡頭入面，佢就偏要鏡頭照見真實嘅自己。你中意睇也好，唔中意睇都皮，佢就係咁。其實謝霆鋒、王菲呢一對就好似劇集咁重播好多次。2000年19歲謝霆鋒同31歲王菲喺酒吧牽手，全網震動，姊弟戀冇人困好。03年分手後各自結婚，謝霆鋒同張柏芝2個仔，王菲同李亞鵬1個女。11、13年各自離婚，14年北京復合之後冇結婚，多年分開住，各做各事業，被稱為靈魂合夥人。